乐音飞扬，我们相聚一堂；美韵流芳，今晚璀璨绽放。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长兴大剧院，观摩由胡国美与众多粤剧名家联袂为大家带来的美韵流芳粤剧生派传人胡国美从艺37周年个人专场暨庆祝建国70年回馈家乡专场演出。大家好，我是扬州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谭畅。首先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领导。他们是长兴县政协副主席李彩琴女士，掌声欢迎您。中共长兴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平先生，欢迎。中共长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刘月琴女士，欢迎。感谢绍兴市柯桥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今天，局长金伟良、副局长胡新林等领导特意从绍兴赶到长兴参加今晚的活动，让我们特别感动。掌声感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当然，今天还有几位嘉宾老师从南京远道而来，他们是粤剧表演艺术家、商派创始人商方辰先生的大女儿商汝霖女士，欢迎您；三女儿商月欣女士，欢迎您；竺水昭先生的爱女、国家一级演员、粤剧表演艺术家竺晓昭老师，欢迎！哇，粉丝非常多哦。南京下关区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健先生，欢迎；南京市粤剧团生派弟子胡文哲先生，欢迎。再次响起掌声，感谢你们的到来与支持，谢谢你们。当然，来到现场的还有各组织协办单位、其他领导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同样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同时，也感谢长兴县志诚商会和贾浦浩农物资等单位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长兴县政协副主席李彩琴女士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艺术家老师，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同志们，大家晚上好！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弘扬和传承粤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欣赏乡贤胡国美女士和她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带来的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去年7月，胡老师在他的老家红星桥镇举办了一场公益演出，乡亲们反应非常的热烈。昨天晚上，我们很多朋友
又欣赏了绍兴小百花艺术团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那就是这个穆桂英挂帅。在此，我谨向绍兴市柯桥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的支持和绍兴小百花艺术团、南京市越剧团的友情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各位演员、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戏迷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胡国美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长兴县戏剧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生于长兴县红星桥镇。1982年从艺，早年在红星越剧团、长兴县越剧团开始踏入越剧艺术发展的道路，之后被人才引进，先后调入南京市越剧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从家乡走出去，风雨历程37年，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从一名乡村女孩成长为一名国家一级演员，成为越剧商派的非遗传承人，先后获得中国戏曲红梅金花奖等国家级、省市级奖项。可以说，胡老师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建国70周年的发展变化，非常不容易，也非常值得钦佩。家乡人民为他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骄傲。更为难得的是，胡老师在取得了这样的艺术成就后，不忘回报家乡人民，主动提出为家乡人民献上精彩演出的想法。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准备，今天胡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将共同为大家献上精心准备的节目，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牵起绍兴柯桥区和湖州长兴县两地艺术交流的桥梁。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今天的演出是个起点，接下来能有更多形式更加深入的交流。我们真诚地希望胡国美老师能够回到家乡，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大使，为家乡的社会腾飞，为家乡经济发展出力添财。也希望从长兴走出去的乡贤们能够常回到家乡看看，感受我们长兴的变化和发展，为家乡的未来发展添砖加瓦。最后，预祝本次演出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李主席热情洋溢的讲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越剧商派传人胡国美个人专场即将正式拉开帷幕。胡国美，国家一级演员，师承越剧老生泰斗商方陈先生。经过37年的舞台实践，胡国美博采众长，在老师的基础上，逐渐融入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他嗓音洪亮，激越铿锵，朴实中细腻隽永，动人处回味无穷，深受越剧观众的喜爱。今晚，胡国美将携手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南京市越剧团的众位越剧名家，联袂为大家带来5个精彩的折子戏片段。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越剧《柳毅传书》中的传书一折。《柳毅传书》是越剧的经典曲目，也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商方陈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胡国美老师的柳毅传书是商方陈先生手把手一字一句教出来的，可以说深得商老神韵。一出柳毅传书牵连着的是商方陈与胡国美深厚的师生情。下面请欣赏越剧《柳毅传书》，由胡国美饰演洞庭龙君，南京市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杨凤英饰演洞庭夫人，国家一级演员殷瑞芬饰演柳毅，国家一级演员沈秋平饰演钱塘清。请欣赏，掌声有请。贵客，快来见顾洞庭夫人。见顾洞庭夫人，贵客免礼，请坐。谢夫人。请问夫人龙君何在？大王正在殿中理事，贵客有何见驾？小生留意，如果君存文报，见你家公主雷恩外面，才何必模样？他同我打来血泪家事，另有若专业之夫人，请看。见修士等家务，同杀非夫。都算是我女儿王昭在手穿泪蒙女儿叫为娘心乱是吗？万年夫人不必地扩大举公主要紧。贵客弟子有礼，快快有请大王。是。今托雷须在顺势来了。哦，这大王，女儿是此岁数，这便是何时好？大王，公主盘究心切，望大王早做主裁。秀在4次年心，寡人不胜关机，请先些得寡人从长计议。现召将军，好好宽陪。
是。小孙告退。大王，快快想个办法，大军女儿要紧。唉，这真是从哪里说起哟？心思同中起风波，岂不被欲别河下此消磨？若的分子来将贼，到那时两家体面多难顾。怕且城内战喜怒，常言道他是花笑笑花妇。你先不顾，常常明知这一过，我定要你牢笼归还我，差之一句说娇儿，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欺负女儿的又不是我啊，是你挑的好女婿，都愿意这无毒的牢笼。你今日啥不将女儿救回？我是与你拼了女儿！父臣你莫高呼，女
君说在阳性殿上，他身心我方，若是惊动于他，岂不是罪上加罪呀？哦，不管，女儿，女儿。言地不分也罢。你却是传说的秀才吗？秀才秀怕，是乃寡人之弟，何容见堂君是也。原来是二大王射精了，秀才。我陈玉才今后模样，是你亲眼所见的吗？是我亲眼所见。你见我陈玉之事，仔细讲来。二位大王用兵，工作不便，修折磨，残风宿路，配其苦。英勇憔悴一山坡，伤痕遍体不成图。女儿，好老爷，太难消，好难当，兄嫂不必多悲伤，叔叔发兵举才女，才到今后此一方。叔叔，你兄长胆小怕事，不管发兵，恰是为何？哎呀，言帝呀！想当年你雷霆一怒抗天将，我的将贼遭胡杨，千年困宿到死尽，剑出自剑岂能应防？我杀在新兵尽我翻天雕，到那时是非难分，有理难讲，女儿难救，谁且难当？家务小事变成了逃一场。进去居为成语，即将才按一人才到。爷爷，叔叔，你兄长胆小怕事，不管法兵，你苏联又在身上，岂能见我？这
金川一子，荒淫无耻，残暴人心，兴风作浪，图为胜利。你家公主8万贵权，谁知忠义女儿反遭恶龙淫侵，可怜深宫杀臣，京城何半救生？是这般叶良人错，下到王营，杀不惩罚，天理后臣。王老王爷的女士到晋阳，拯救公主是强梁。一来是神仙龙女模样，二来是尽我百姓的安康，三来是大王神的在天下，千年万载永流芳，是非公公一朝传。为什么介意不为？强王好秀才，好秀才。秀才一人真夸张，能将我传说万老一扫光。王爷身体巧，李后还将。也罢，也敌呀！为修我也必是草木心肠，但需要运营的约法三章。我兵下将谁你我，救你这女为故乡。怎知你龙须毒气不可，连累百姓遭这样。今我虽情反民安，你也可将功补过万劫堂。感谢众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同时也感谢南京市越剧团队此次专场的鼎力支持。说起胡国美的艺术经历，主要可以分为2个时期，一个是在南京市越剧团，一个是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
南京市越剧团培养哺育了胡国美，为她今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基础。在南越，也让胡国美与商方陈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闻听胡国美要举办个人专场，南越领导、艺术家以及商方陈先生的大女儿商汝霖纷纷发来视频，表达了他们对胡国美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VCR， 祝福声声自金陵。大家好，今朝我非常高兴地参加我的师妹胡国美来了伊个家乡举办个美咏流芳演唱会。我师妹呢，继承了越剧泰斗老生双方城的唱腔艺术，伊个唱腔得到了双方城老师深切的认可。今朝伊带来一些双方城老师的代表作，希望能够受到朋友们的欢迎。同时，我也希望胡国美唱的双派能够得到朋友们的支持。我也希望胡国美传承的双派艺术，使双派能够在了越剧百花园中更加鲜艳夺目。阿美呢，是我们从年轻时候就一起成长起来的小姐妹。刚到团里的时候呢，就给人一种非常朴实、吃苦耐劳、不怕苦的这样一种非常深刻的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她一来团过后呢，她也就是学商派的，后来呢拜了商老师为师。那么她学商派到今天呢，就是从一而终的一直学的商派，而且她的商派在观众中和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是很棒的，可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她我记得真的很用功的，好像对于她来讲任何困难都打不倒她的，她一时困难一时要往前冲，她这种身上的这种精神呢，倒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来学习的。那么希望她的学生呢，更多、更广、更好。那么也希望阿美这次的专场呢，圆满成功。商方城老师的商派是我们南京市越剧团的一个特色，而且商方城老师呢，也是我母亲的好姐妹。她是越剧界4大老生之一，她的唱腔呢优美、高亢、洪亮。但是呢，学的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她的学生胡国美对商老师的唱腔很有研究，而且学的也很不错。所以我想，胡国美，不管你在南越还是在邵德，你是在舞台上，还是今后在退休以后在舞台下传承商派艺术，你义不容辞。所以我希望你在传承的道路上自己不断的努力，加油。首先祝胡国美个人演唱会圆满成功。胡国美，侬是我妈来了当今越剧界唯一一个嫡传女弟子。我妈对手大的要求是十分严苛的，所以侬来了弘扬商派艺术的道路上很孤独，但又责任重大。侬却一直坚持地走下来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的艰辛只有侬自家晓得。今朝我代表我屋里向人向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侬为弘扬商派艺术所付出的一切。我们南京市越剧团自1956年建团以来有60多年的历史。我们团的这个流派特色呢，就是竹派、商派和萧派。商方城老师创办的这个商派，应该说在这个老生当中，大家都有经常一种说法，就是他是这个老生的泰斗这个他的所有的表演，包括他的剧目，在圈里都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在我们的传承和发展上面，应该说做得还不是太够现在呢，我们的胡国美老师致力于商派的这个传承应该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新闻他马上要举办个人专场，我们非常高兴我作为南京市越剧团的团长在这儿也跟大家说
只要是传承我们这个商派的，作为南岳要全力以赴全力支持。同时呢，以后呢，我们在商派的传承和发展上，还会多的请胡国民老师到我们团来指导为我们的商派发展多培养一些学生让它更好的传承。最后呢，这个预祝胡国民老师的专场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来自南岳的领导、艺术家，还有商老的女儿商汝霖，感谢你们的祝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胡国美老师的老生作品。那大家想不想看胡老师演女人的样子呢？想不想？大声一点。想。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越剧《江姐》的选段。胡国美将在剧中饰演双枪老太婆一角，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周艳萍饰演江姐。掌声有请。你兄将军，将吉他门外唤醒出到此，我真正把精神哦好。
南京城，一定要为将军分担悲忧愁，万不能记作语，增添苦语，一颗心好似剑穿透，千滴泪，万须途里人。且把悲痛藏心头，且把悲痛藏心头。司礼员，我向你汇报。去司令员，这次省委在重庆召开了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哦，中央的指示。党中央指出，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它必然走向全国胜利。对呀，根据中央的精神，省委对华阴山地区的武装斗争也做出了决定。好啊，将军老公他。司令员，我全都知道了。我都看见了。我知道同志们怕我难受，我知道你本来想过几天再告诉你。司令员，将军。千重苦，万重恨，我呀在心头，我呀在心头。当场我亲身有泪尽尽泪，有泪尽尽泪。为党牺牲，永垂不朽。共产党员坚持岗
的。对，我应该告诉你。万强悲愤，用心头，欢恨情愫。血流成，那一天上火场，扛兵扛粮开他位，老翁他挖残红旗下山去，到哪里外面进城去。发现敌军包围在常州，两天机枪一架就，乡亲们千钧一发来相救。老公他鸣枪报警，奋勇壮。将军，这面红旗是老伯留下的遗法。老伯。谢谢，感谢两位精彩的表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请来今晚登台的第一位梅花奖演员，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影派小生张玲，她将为大家带来她的拿手之作《兰花吟》。掌声有请张玲，有请。来花，花又盛。
随风倒，不用那飘来荡去的小浮萍，凭栏自从先高去，化作君子的样名，过个群居层层起，孕育在洋洋中华。民从兰花意，取短心声。但愿那君子自同传谈代，生生结于君子心。谢谢，谢谢张琳老师，请留步。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您优美的唱腔啊，我觉得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人美声甜，大家说对不对？谢谢。那张琳老师是第一次来长兴吗？不是，我已经来过几次。那对长兴有什么印象？我觉得长兴啊，就是景美人善良。说的特别好，是不是戏迷也很多？对对对，长兴的喜欢越剧的朋友很多。我觉得长兴的那个银杏树也特别的漂亮。我是第一次来长兴，有机会一定要去欣赏一下美丽的银杏树。10月份来的时候会特别美。好，那其实张琳老师和胡老师也是同事关系，在一起共事了多久？15、16年了。哇，那么久啊！那么在胡老师的从艺生涯当中，那您最喜欢他塑造的什么角色呢？我最喜欢美国阿姨的那个贾似道。她演的就是那种坏在骨子里的，非常有个性，而且很霸气，与众不同。她饰演的贾似道非常喜欢。那今天我们待会儿也有幸会在舞台上看到她表演这个贾似道啊。那共事这么长时间，在生活当中，胡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阿姨。为什么呢？其实是应该叫师姐的。记得有一次，是菲姐的女儿还很小的时候，来我们团里玩。她说：“哎，胡国梅，她叫成了美国阿姨，美国阿姨，所以我们大家都叫她阿姨。”就是因为胡老师平常为人特别亲切，据说胡老师烧菜也不错，是吗？对，他能烧的一手好菜，经常在化妆间排练的空隙会给我们送上他的美味佳肴，非常好吃。你最喜欢吃他的什么菜？土豆沙拉。大家都想吃是不是？想啊，有机会的，我觉得。有机会请阿姨给大家烧哈。那最后也为我们的胡老师的个人专场送上祝福，好吗？在此呢，祝福阿姨专场圆满成功。谢谢张琳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南冠草》是显见于当今越剧舞台的一出历史剧，它是南京市越剧团的保留剧目，也是商派的经典剧目。今天，胡国美将携手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优秀青年演员、浙江省新松计划银奖获得者何梦来，为大家带来《南冠草》公堂一折。掌声有请。
来刘公旦。禀老爷，刘公旦带到。带上来。是。带刘公旦。你就是刘公旦先生，正是刘氏刘公旦。你我曾同朝为官，空洞反对过宦官和流寇，你可记得呀？啊，记得，怎么会忘记你？这就好。刘先生，我以为明朝的江山是亡于朝政的误吧？差不多。是这来去。是明朝有谋于天下，并不是天下有谋于明朝，也差不多。刘先生，大清时过，一切都宽身后道，你以为嘛？怎样啊？像是对你是此。对你也不破啊！而今钦定七重良才，只要你愿意，几度大于可为呀！我早知道钦定是宽身后套的，那你为何要谋反？就因为他宽身后套了。可记得古人实言天圆黄，有心人常可当个月断肠。他倒看复都逞凶法，血流成河悲凄凉。有的是伸手一次找窗来，有的是四百名目隐藏，有的是引起腾身起幸福，有的是好到痛快而还阳，断尽长弯不成宽中黎明，受尽欺凌那满墙。这张张简简的肚子笑，难道是宽身后套是这样？刘先生，两家交兵，财数难免呐，难免，难免。为父作掌心计划，谅你心中很明白。我问你，王道最近珍惜，是谁将他们来捉拿？清兵不管奈何他，你倒忍心将他杀。刘先生，你不能错怪于我啊！
是我惩戒了他们，他们要做先朝的忠臣，当然不屑一试。但听你一席话，我直到今天才明白，请你也能惩戒我，你宽惩回到我关乡。你要杀便请杀，何惧孽兄孙王杀？我还要问你几件事，你有下鸟文字通道，你可曾诚实的？大丈夫做事一身应当，何必的那泪水黄？不为人，不隐藏，下鸟问候我是同当。这上罗王的标文是何人责备，何人称头？这个真的是我刘公丹，是我这边下表彰。我今见不告诉你，不必再来分断长。你说话可要多加思索才是啊！何必再要多思量？人各有志，休勉强。我生死早就知道哎，在你讲我真模样，实是无在为君见。刘先生，你要仔细想，我这一件不更改，何必与我再度见？来呀，与我压下去！哼哼哼！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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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如果说南京市越剧团是胡国美越剧艺术的摇篮，那么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则是胡国美艺术之路新的起点，也是他艺术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此次举办胡国美个人专场，邵百的各位领导、同事、胡老师的好姐妹啊，都大力支持。吴凤花、吴素英、张玲三朵梅花倾情加盟。国家一级演员于伟平担任导演一职，邵百人在繁忙的演出、比赛间隙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参与专场排演。让我们为这些默默支持胡国美老师的邵百人鼓掌，感谢你们！今天邵百的领导与同事也纷纷发来祝福视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VCR《剑湖之畔韵深情》。阿姨好，大家一定非常奇怪吧？怎么叫你阿姨呢？照道理的话应该叫师姐，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是这么亲切的称呼你为阿姨，而且叫美国阿姨。因为你随和有亲和力，而且烧得一手的好菜。记得平时我们在排练的空隙啊，在化妆间啊，都会品尝到你的美味佳肴。
而且我也特别的羡慕你有一副金嗓子，在舞台上把商派的艺术，把商派老生唱得响当当的。我最喜欢你饰演的就是贾似道那种坏到骨子里的那种非常有个性啊，有爆发力，有霸气的那种，但是心里也是不舍啊，因为你马上就要离开少柏，离开我们了，去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在此呢，祝福你能够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漂亮，健康平安。最后，祝你专场能够圆满成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副派花旦陈飞。今天是胡国梅表演艺术专场的演出，在这里呢，我想首先是要感谢主办方、承办方以及协办方对胡国梅表演艺术专场的关心和支持。那么与胡国梅多年同事，我觉得胡国梅对艺术是非常的执着、非常的认真的这么一个好演员。她在传承商派艺术、传播越剧和推广越剧一直行走着。今天在长兴大剧院，胡国梅表演艺术专场即将上演。在这里呢，我祝胡国梅表演艺术专场圆满成功，祝商派艺术薪火相传，祝我们美丽的越剧越来越好。同时也祝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胡国梅来到我们少柏的时候，是我们少柏团队老生行当最欠缺的时候，尤其是他纯正的商派，为我们少柏的流派增加了一抹浓重的色彩。那么在10几年的工作当中，我们的配合非常的默契，也很融洽，尤其是他的舞台形象，他的包公，他的贾似道在舞台上的形象非常有气场。希望胡国梅保重身体，保护好嗓子，继续发挥她的演唱特长，为商派的发扬光大做出更多的贡献。大家好，我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小生演员吴凤花。美玉流芳胡国梅个人专场在这儿湖州长兴大剧院和观众见面。胡国梅是从南京越剧团引进到绍兴小百花的一个艺术人才，我跟他同台合作演出了近15年，感受到了商派艺术的魅力，也感受到这位大师姐在越剧老生行当当中展现的自己独特的魅力。她即将在家乡的舞台上和她的舞台暂时说告别，我想这是暂时的，希望她离开越剧舞台以后，继续把她的艺术魅力传播给更多的越剧观众，也希望她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健康，幸福一生。也感谢南京越剧团对我们绍兴小百花的大力支持，祝福胡国梅。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来自少柏的4位领导艺术家，感谢你们的祝福，谢谢。观众朋友们，李慧娘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近年来创排的精品力作，也是少柏吴素英老师的夺眉之作。胡国梅老师在剧中饰演的奸相贾似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贾似道的阴险狡诈、残忍变态的人物性格。当然要特别说一句，李慧娘越剧电影19年3月在横店拍摄完毕，即将首映，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接下来请欣赏越剧《李慧娘》，由胡国梅饰演贾似道，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吕派花旦吴素英饰演李慧娘。掌声有请。
相生心所想，2年3到不升堂，应了师父谈国事，非礼不灵长官郎。长夜漫漫，月笼烟帐，泪在少年，泪在少年。你哭为娘，想你。凭栏望月，思绪纷转，怎奈积落无穷啊！不，为娘不管。哎，身非草木所能无情，对于今事一诉境外，此乃圣子长情嘛。相爷，为娘，今日有无，老夫或有一事关出于外，趁着月色两宵，老夫要与你好好谈谈心啊。相爷请讲。为娘，是你进得府来，深得老夫的欢喜。虽然老夫身边极其时运，但在老夫心中，你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呀。府内流光飞逝，岁月不超尘呐。此际老夫已年过半百，风烛残影，你却前程依旧，光彩照人。虽然老夫对你钟爱有加，相爷，恰是不忍心再无你的青春年华呀。相爷。你可知把夫几成嘛？把夫，相爷所知，可是唐朝大诗人把居易吗？真是那个把居易，难得呀，难得！他生到晚年，写出当发佳绩，侧赴婚嫁，连他最钟爱的有引导可以支撑的范祖，有杨柳腰之围的小满，也无一例外，也是成为千古佳话。相爷，老夫是风中作湘江情，一府里在小人自分文成，托凭你对老夫余生情。
为娘，我来问你，今日有无，你对那少年可是有意呀？相爷，为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何来有意？其实无意，恰为何顾盼生辉，眉目传情，可称美家少年。美贼少年，相爷，相爷，你听错了，为娘见青山的翠去风里，才曾言赞叹美贼高色云雨。总算是老夫我眼昏耳疼，差神言观神色，我从不设阵。那少年虽不是比较相似，为娘你恰是那比瓜分君。你虽算身无彩凤上飞，恰与那空尽灵犀一片心，这要你万岁必孝，将情深。老夫我从连成见这门情，相爷恩情为娘心里，可是什么？可是为娘不能从命。哦，你不能从命，不能从命，呀呸！为娘啊，为娘，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老夫为了你的婚事，煞费苦心，你尽管不忠老夫之命。相爷尚无要事，为娘告退。坐来。老夫说来一言九鼎，十言不二。这门亲事就由老夫做主。相爷。可不言哦，心慈生活，半推半就，假意推辞，老夫忠爱于你，也是看中你这一才之初啊！哎呦，为娘。来，替为娘梳妆打扮。是何时候？
来打枪此两人星光闪耀，不与我困透的心腾呼鸟。为娘心系眉眼笑，我心似苍帆把刀。参知一句，见策巧。假死的李为娘啊，李为娘，老夫正变我他之策，岂用一心之臣？你是咎由自取。感谢两位艺术家引人入胜的演绎。观众朋友们，竺水昭先生和商方陈先生是南京市越剧团的创团元老，也是几十年的舞台搭档。今晚，竺水昭先生的爱女、国家一级演员、越剧表演艺术家竺小昭老师也来到了现场，她将为大家带来经典的竹派唱腔，掌声有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能来到长兴，我真的非常的高兴，参加吴国美的专场演出。其实啊，我都好多年不演出了。大家看我吧，我今年已经70了。因为呢，桑芳成阿姨跟我母亲是好姐妹，吴国美呢也是桑芳成老师的爱徒，所以呢，我必须今天来跟她捧场。我是为她垫场来的，所以呢，可能嗓子不在家，可能也会忘词，希望大家多包涵。我呢，为大家唱一段《沙漠王子》的对唱。可能大家都知道，《沙漠王子》呢是尹桂芳老师的代表作。其实大家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母亲和尹桂芳阿姨2个人演的这个戏。尹桂芳演的王子，我母亲演的伊犁公主。那么今天呢，我就把2位大师的对唱，我奉献给大家，谢谢。
姐，你是要算命吗？请讲，请说。报名人算，报名名，闭上开眼无泪，眼上带出凄凉影，焚烧几银河，要碎额面。高山是有，高山是伤心的事儿，怕成谁？焚烧几王子醒来，王子命，焚烧几他是何年何月何时生？罗来本是王子命，是生八字。我是自信，王子是今年19好青春，10月初生应是生，10分少中本属龙，分晓几岁命里，哦里。朱小张老师，请留步。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您是我们都非常喜爱并且尊敬的越剧表演艺术家。那今天来到舞台上，我觉得魅力不减当年，对不对？哇，真的是粉丝特别多啊！那其实呢，我之前和胡国美老师聊天也知道，当初他进南京市越剧团是您点名选择他进团的，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吴国美进团大概是84年吧。的确，他进团的面试官是我当时一眼就看上他了，我感觉他嗓音条件很好，所以就把他录取了。哇，84年，这么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是吗？印象很深刻哈。那朱小张老师作为前辈，对胡老师有什么样的评价或者期许呢？吴国美呢，他在桑派上面他非常有研究啊，而且他学桑派的唱腔学的是最像的，因为我们桑放整的老师的唱腔非常的好听，非常的优美，我听了以后非常的亲切，我是可以说我是从小听到大的，那所以呢对胡国美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吧，所以当
初离开越剧团的时候，我感觉很遗憾。他到了邵北，那一样。他只要是传承桑派，我感觉全国我们是越剧是大家嘛，到处只要是传承了桑派都一样。所以我希望他不管是在南越也好，在邵北也好，现在在舞台上也好，可能不久他也要离开舞台了。那么退休以后，我感觉更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带学生，更好的传承桑派，因为桑派的道路还很远很广，我希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哇，这个评价非常高哈！那当然，胡国美老师也肩负重任，要把桑派传承并且发扬光大。那最后也送上对胡老师个人演出的一个祝福，好吗？我祝胡国美演出成功，希望她的艺术之花越开越茂盛。谢谢，再次感谢朱小昭老师，谢谢你，谢谢。哇，要不要再来一个？朱老师，不要上去了。大家的呼声很高啊，想听你再来一个，好不好？那就是让胡国美老师再休息2分钟。我这样子吧，我唱一段湖畔盲女的选段，桑大我一支画笔随身带，好吧？谢谢大家。谢谢，粉丝太热情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朱小昭老师，感谢你的精彩表演，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最后呢，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越剧《情探》中淑梅一折。胡公美在剧中饰演张行简一角，在该场中，张行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她步步逼近，循循利诱，终使王奎抛弃糟糠，入赘相府，是一个推动人物性格转变、推动剧情进展的重要角色。剧中，王奎由国家1级演员、文华奖2度没获得者吴凤花饰演。请欣赏《情探》淑梅，掌声有请。我乃吏部侍郎张行简，随韩丞相之托，悄转北京，请赴监管。有生贞观老张大人有此家礼，请坐。请。恭贺长元宫双喜临门呐！双喜，皇恩浩荡，此番有生贴力帮随，四位一喜，这儿戏吗？韩丞相爱才心切，有心招你为婿。他要长元宫生死神相，切莫出色良机哟。长元宫，长元宫，切莫出色良机哟！哈哈哈哈哈哈！丞相去婚言辞嘞，四策特传真安排。长元宫，莫非你有什么心事不成吗？不，你的心思可是在那雷阳郡明况，这可是那烟花女子焦桂英。张大人，你何以自晓啊？吏部，专查吏务，何事不知哦？这倒是分区行军造驸马，非问长远节的配亲嘞。
此事所样可取，脸面何成啊？唐僧你一念之差，劳怒了丞相，经典本主，使你万劫演化。万人无义，阴茎勃勃，哭唱崎岖，都是龙心大怒。张大人，常言哥，你还是答应的好啊。答应。实难在长远公啊，你错过了机会要回呀！今日到财
没有啊？我真啥是进退两难啊！好，既然常员公难做决断，待我未必想也变了。大人，张大人，大人，大人，相爷外在等你呢。从你。哈哈哈哈哈哈！常员公这双儿从，可喜可贺啊！就请四爷评罚，交与丞相。这牛酸子不是最好的评吗？不！哎，礼轻礼重，这要心意到便是。好，告辞，大人，告辞，大人，大人。呀！一声聪明长河扬，恩爱夫妻福旺家。这真是拿到鸳鸯为头。王魁设在普陀换苍梧，看此牌金榜高中把名扬。今日我设在相助东昌区，从今儿青云车上仕途长。在年归阴归来阳，岂非要是会前程梦一场？想到此，思绪沉沉，迷糊。王魁只得狠心肠，闭目思悔。
金陵美，涧水旁，37载，分不时光，月光美云，深看江，上拍一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感谢您2个多小时的陪伴。美韵流芳，粤剧商派传人胡国美从艺37周年个人专场暨庆祝建国70年回馈家乡专场演出即将落下帷幕，让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今晚的主角胡国美，有请。胡老师来说2句吧，说2句吧。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激动。有几个感谢，我怕我要抑制不住，我尽量克制一下啊。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们长兴县各级领导对这次商派的专场晚会的大力支持，感谢绍兴市柯桥区各级领导对我这次商派的晚会大力的支持，
感谢小百花吴凤花书记为首的领导们，感谢南粤杨庆锦团长为首的领导们，以及我们全体的演职人员，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非常感谢他们，同时呢，也感谢在座的所有的嘉宾、观众，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能够见证我37年在舞台上的一些点点滴滴。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的商派艺术、商派的发展、商派的继承，也是对粤剧做出贡献。希望大家关注小百花，关注南京粤剧团，给我们加油！我们将会有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今天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们，有的是从美国飞过来的，还有几个朋友是从广州没有赶到，因为飞机晚点。那么我非常的感动，在这里也感谢他们的祝福，虽然人没有到，但是他们的心意已经在这里了。还有最后感谢的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今天来到了现场，我非常的感谢她。还有感谢的是我一路走过来的伯乐们，长兴粤剧团的原来的书记梁学仁，他是我的伯乐。还有一位伯乐，他是我们长兴的一个戏迷，他今天在他家门口，他们没有能来到现场，他感到很遗憾。他说他最喜欢的是我们少柏的演员吴凤花老师，还有我们的吴淑英老师、张丽老师，所有的艺术家们，他非常喜欢。让我跟大家说，跟我们的艺术家们说一声，他很抱歉，由于身体不好，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曾经帮过我，给了我25元让我到南京。还有一位伯乐就是我的朱小昭老师，是他在84年的时候接纳了我，是他让我成为南京粤剧团的老生，非常感谢。然后在生活当中，他也是很照顾我。我记得好几次身体不好，他都是为我给我安慰，给我真的无尽的感谢，非常感谢周老师，还有我们的吴凤花书记。我想请他们2位说2句。吴华书记这一次带着病，然后他是发着低烧，这1个月，8月份我们团在打仗，在从上海打到晋江是吗？然后江阴，现在最后一场是长兴，我们成功了，我们胜利了，为我们祝贺，谢谢。我们请我们书记说2句好吗？好，那么主持人邀请我们的领导上来合影留念好吗？好先有请我们的戏迷来献花，好吧？大家有秩序的进场，有秩序的进场哈，千万不要乱哈。来，我们的小朋友注意一下秩序啊！
千万要注意安全，我们的舞台比较高，大家一个一个慢慢的献花，不要乱啊，注意一下安全，谢谢。好，我们献花之后呢，大家有秩序的离场。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到领导和嘉宾共同登台，我们有一个大合影，所以请领导嘉宾暂时留步。好，我们的戏迷朋友，大家献完花可以台下休息了，谢谢，注意一下安全，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领导嘉宾登台，我们共同合影留念，有请。有请各位领导、嘉宾登台，与我们的演员共同合影留念，掌声有请。来，大家稍微让一让，让我们的领导级嘉宾登台。